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6年的5月18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99篇，利未记第9章第1节到11节，22节到24节，彼得前书第4章第1节到第6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活祭。献祭的概念并不是从摩西才开始的，从创世纪呢就有献祭的记载，甚至我们看到挪亚大船上面的动物，上帝说就命令挪亚将洁净的留下7公7母，那就是为了将来的献祭。那摩西呢，他就是把这样的一个献祭的事情来体制化，成为了犹太宗教非常重要的一个礼仪。利未记对于献祭的事就有更多更严谨繁复的一个规范。利未记第9章第1节到11节，22节到24节这样说道：到了第8天，就是按立礼仪完成的一天，摩西召集了亚伦他的儿子们和以色列的长老们来，他告诉亚伦，你要带一头没有残缺的小公牛做赎罪祭，一只没有残缺的公绵羊做烧化祭献给上主。然后你要叫以色列人带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，又带来一只1岁大的没有残缺的小牛和小绵羊各一只来做烧化祭，一头公牛和一头公绵羊做平安祭。你们要把这些跟调和这橄榄油的素祭都献给上主。你们必须履行这一切，因为今天上主要向你们显现。于是他们把摩西吩咐他们都带到圣幕前，全体民众聚集在那里敬拜上主。摩西说，上主命令你们做这一切，我也要向你们显现他的荣耀。接着他对亚伦说，你要遵照上主的命令，到祭坛前献赎罪祭和烧化祭，为你自己和人民赎罪，又要献上祭物，为人民赎罪。于是亚伦走到祭坛前，宰了小公牛做他自己的赎罪祭。他的儿子把他的血带到他面前，他就用手指浇了血，把血抹在祭坛凸起的4角上，剩下的血倒在祭坛的座上。接着他照着上主借摩西颁布的命令，把油脂、2个腰子和肝最好的部分全部放在祭坛上来烧献。他又把牛皮和牛肉带到营外焚烧。亚伦献了赎罪祭、烧化祭、平安祭以后，就举手祝福人民，然后他从祭坛上下来。摩西和亚伦进了上主的圣幕，他再从那里出来祝福人民。这时候上主的荣耀向全体民众显现。突然间，上主降火焚烧了烧化祭和祭坛上的油脂。人民一看见这景象，都欢呼俯伏在地上。献祭不能只是一种礼仪严谨的仪式，如同保罗在写给罗马教会基督徒所提到的，要成为活祭，使我们的生命确实的改变。彼得在彼得前书第4章第1节到第6节也提到类似的概念。他说，既然基督在肉体上受苦，你们也应当用同样的意志装备自己，因为在肉体上受过苦的人已经跟罪恶绝缘。从今以后，你们在世上所剩下的日子，要
受上帝旨意的管束，不再被人的欲望所控制。从前你们浪费光阴，做异教徒喜欢做的事，生活上淫乱、纵欲、酗酒、厌乐、狂饮和可憎恶的偶像崇拜中。现在你们不再跟他们过那样的放荡、没有节制的生活，他们觉得很奇怪，因而侮辱你们。可是他们一定要向那位将审判活人和死人的上帝交账。为了这个理由，福音也曾传给死人，给那些跟其他的人一样在肉体上受了审判的人，好使他们的灵得以跟上帝一样的活着。诗篇99篇，上主掌权，万民站立，他坐在基路伯宝座上，大地震动，上主在锡安大有威力，他超越天下万国，万民要颂赞他伟大尊严的名，他神圣庄严大能的王啊！你喜爱公正，你在以色列家建立公平，你伸张公义，支持公道，要颂赞上主我们的上帝，要在他宝座前敬拜。他神圣庄严，摩西和亚伦是他的祭司，撒母耳是求告他的人，他们祈求上帝，他回应了。他从云柱中向他们说话，他们服从他所颁布的法律诫命。上主我们的上帝啊，你答应你的子民，虽然你惩罚他们的罪过，但你只是他们，你是宽恕的上帝。要颂赞上主我们的上帝，要在他的圣山上敬拜他。上主我们的上帝神圣庄严，恳求上主帮助我们能够以生命来献祭，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去旧换新，好使我们跟上帝的灵一样的活着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